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虽然安尼问，但是我毋知影大家有平安无？即礼拜有无闲无？为啥牧师安尼问？因为牧师即礼拜毋知安怎过吼。拜一甲拜三去南投日月潭参加咱全浸信会一年一度的即个年会。我顶摆讲全台湾几间即摆听到敢已经260几间教会啊，但是有100几间去啦吼，嘛佫有100外间无去吼，连续刷3天。人讲牧师你去佚佗吼，哪会拢翕一寡影片？我是吼，趁迄个休困的时间吼，散步加减翕啦吼，互一寡无去的人欣赏。拜三转来暗啊，拜四就敢若有流鼻水、老痛，咳嗽，即声害啊！已经一段时间诚久无感冒啊，我毋知影是倒位染着啦吼。但是呢，我伫3天当中有3个兄弟姊妹分别甲我联络讲牧师，其中一个讲因太太敲电话我，这陌生电话即摆拢无啥咧接，已经1、2天已经敲我拢无接。第3天讲，哪会佫敲来佫共即个号码？听我嘛，就算诈骗集团先打预防针啦。结果毋是一个兄弟的太太，敲我讲牧师，阮先生佫住院啊。伊甲我讲阮先生见介住，伊就想着李牧师，一定爱紧找李牧师啦。因为已经射腹腺癌真严重啊。伊讲即摆毋知日期会当出来无安尼，紧找李牧师啦。要问一寡代志，我我即摆咧日月潭呢，咧开会，但是我嘛找时间甲伊讲详细。万一迄一天到，中央到要安怎？解说了后，心内有平安。结果病医甲伊讲你明仔载会当出院毋是讲袂听好，因为是肺癌啦，肺炎啦吼，去治疗啦。但是伊真正的病无好嘛，无治疗。佫有另外一个姊妹，伊拜5要开刀，我拜是人感冒，但是伊非常的无平安。伊的查某囝是一个歌星，即摆伫大陆发展，嘛甲暂时伊的事业放落来，紧飞转来台湾陪妈妈，因为伊的弟弟伫美国，本来住在加拿大温哥华，后来搬去西雅图住，向也无法度赶转来。伊讲牧师，我甲无别人讲，伊歹势甲伊的代志讲出来，但是无甲人讲，伊嘛心内嘛感觉真感觉一个无助安尼。伊想到过去伊的翁婿过身的时阵，牧师甲伊服侍。伊就敲电话互我讲，牧师，我的情形。我迄阵感冒，我想讲到底要去无爱去，但是伊过转工早起9点就要开刀。迄暗拜是有主导会的即个团客，我是要安怎分配？但是上帝嘛感动我，口罩暗的嘛是爱去甲伊看一撮。无离过。我去甲伊讲上帝话安慰了后，嘛想一条诗歌唱互伊听，叫做《主是我力量》。因查某囝是歌星，伊讲我甲伊鼓励讲未来的疗程，望会当通过圣经的话，尤其是诗篇，我早嘛甲锁定安尼讲，每一工读一篇。伊查某囝讲，牧师拄我唱迄条歌是倒一篇？我讲46篇啊。伊就马上去 Google 甲迄条歌找出来，讲要甲妈妈每工唱迄条歌，互上帝成做伊心中的力量。我转到阮兜，伊就迄阿嬷牧师讲，伊心内即马心肝头较平静啊。伊有迄个信心去面对过转工，伊爱去面对的。昨伊甲我讲，手术非常的完好，但是未来看切片到以后，
又被排心要接受治疗。啊，另外一个姊妹，因妈妈无信主，因爸爸非常反对基督徒去因兜来探访，所以无机会去。但是昨甲昨日啦，拜五暗啊，佮另外一个座道会退休会，嘛是我带的。迄家人思璇无参加，你有看到无？我昨铺的相片有好耍无？啊，你无囡仔真好耍。啊，拜五的座道会我是要参加无？另外迄个座道会，我是讲啊，爱兼顾。参加拜五座道会煞9点半，车开的去家人八斗啊，迄天拄啊7月14，伫八斗啊，迄暗上闹热11点的时阵放炮乒乒乓乓。啊，昨拜啦，我伫海科馆，佮兄弟姊妹安尼互相交陪。感谢主，昨食2顿真丰富。今日起来，脑我哪袂疼？8点半赶去大肠私会，哇！拄则结束55分，连去便所啊啉水拢无时间，赶紧来第二顿，甲逐个礼拜。我毋知大家兄弟姊妹听了，牧师今即礼拜有无闲无？有平安无？无啦，拄啊感冒哪有平安？如果今日讲道吼无精彩，大家要包涵啦，因为我实在无时间来陪伴。但是顶礼拜2礼拜前，你老师要甲我讨题，我讲还袂准备啦。啊，1礼拜前，拢着咧问我嘛爱用早陪伴，啊，一般拢拜礼互伊啦吼。啊，我嘛拜礼互伊啊，早就有一个题目一定爱接出来安尼。但是吼，无内容安尼啊。但是今日嘛是甲最近拢较用短的经文，甲大家来分享啊。为什么要分享即个题目？罗马书吼12章的12节吼，短短一句话尔啦，3段啦吼，一句话3段，着渴望吼来欢喜吼，着忍受患难吼，着不时祈祷。因为讲到这吼，还有一点也袂讲，因为咱教会吼3年有一届吼，互即个传道人甲咱的同工有一个福利啊，去做健康检查。啊，讲是福利，有人时嘛讲啊，你万一即个人啊，讲身体安怎啊，感觉讲你无适合工课，是毋是？嘛会甲你评估，我毋知啦吼。总是咱往好的方面来想，有即个福利去健康检查。啊，过去啊来安尼10多年吼，迄个检查几啊遍啊啦吼，加减拢有一寡红利啦吼。即届我想讲应该红利会加啊，会减。哦，莫讲减啦，莫加就好啦。啊，差不多2礼拜前，1礼拜外前做完吼，啊，就等报告。但是还袂摕到报告的时阵，迄一工咯，一寡要做出来的时阵，医生就小可甲你点一下安尼啦。你倒位安怎吼？讲严重无严重，但是佫新的2个问题走出来呢。兄弟姊妹，咱一般有去做健康检查吼，有红利，你的反应是啥？红利无正常哦，吼，太好了，真好，赞！这毋是股票啊，对无？咱股票拢希望一路安怎，长红安尼扶摇直上。啊，咱的健康报告若是安尼红利一直数字一直悬，啊，你是要欢喜快乐，还是要忧愁艰苦烦恼呢？兄弟姊妹，咱有做过健康报告的业主互我知影者无？遮少人咧做哦。我早嘛拢无做健康检查，直到咱还长了才有即个福利安尼吼。啊，但是头一届做了红利啊，甲即马还佫有红利啊。啊，我都讲即届有新的问题啦。哦，啊，胃还袂破空啦吼。小可有发炎啦。哦，还有一寡问题啦吼。你敢知影牧师的反应是拄安尼赞，还是积压？健康报告英语安怎读啊？安怎念啊？ worry
还是 worry？worry，worry，don't worry，be happy，是吧？那是 worry 还是 happy？牧师是 worry， 唔是 happy。但是嘛是爱 happy 啦吼。但是我嘛是讲爱搁找时间，搁找一个新的医生。我即摆看6个医生啊呢，即摆看第7个医生哦，无咧搁看第8个医生。时间是要安怎有够用啦？兄弟姊妹，所以今日甲大家，咱来用罗马书这节经文，咱大家来用上帝话互相鼓励啦一般是安尼啦，我嘛去看 Google 大神Google 大神，甲咱讲咱看健康报告咱爱有一个回应啦，有一张图啦一张图真侪图啦，我是经一张啦，讲健康报告有红字，咱要安怎？伊讲第一安怎？你足细无看，大家有看无？视力2.0的无？你当目睭嘛有问题，我爱讲去看医生我较早咧看韩子老师啦请专家判断红字，并了解红字的原因。当然咧健康报告有甲恁讲啦，互咱参考啦第二咧，甲医生共同讨论治疗的办法，但是这健康报告只是报告啦，我即摆去问诊第三，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所以即摆牧师以后咖啡爱啉较少，大家尽量啉啦拜托即摆佫供应佫充足啦牧师会减啉大家会当加啉一寡第四咧，定期检查甲追踪啦因为教会敢若3年一届，所以爱佫等3年啦。除我家己自费每年无论如何，我拄仔讲兄弟姊妹，咱无一定讲是咱身体病痛发生代志咱在即个人生当中咱每个人思想一下人生咱若拄着任何的即个困难的时阵遭遇一寡无好的代志咱是毋是愿意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成做咱的帮助吗？亲像我拄仔讲的迄个姊妹，伊过长工要开刀进前，当伊无想到上帝的话的时阵，当牧师去甲伊探访的时阵，为伊祈祷的时阵，用上帝的话甲伊安慰的时阵，伊听到上帝的话的时阵，伊听到上帝伊的仆人为伊祈祷了后，伊的心本来是安怎？敢若海鹰安尼起起落落安尼，伊讲伊就平静落来所以咱今日望讲通过今日这段短罗马书12章12节的这个经文咱来思想，咱伫生活当中，不管拄着任何的代志，不管是咱自己身体问题、厝的人身体问题，咱内底心灵的问题，工课上拄着一寡问题，也是咱的灵内底的问题。咱望上帝今日通过一句话，成做咱的帮助。这句话咱拄仔读过，咱搁读一遍，好无？伊同齐来，着劝望来欢喜，着忍受患难，着不时祈祷。我毋知兄弟姊妹，咱过去的信仰的日子当中，敢有定定安尼？有劝望在咱的心内底无？我过去有分享过一寡细节当中，嘛常常讲到咱爱有望，咱嘛爱有欢喜的心。难道常常拄着患难这个时阵，咱有一个忍耐的心吗？兄弟姊妹，咱有不时咧祈祷无？今日通过上帝这句话，咱来思想这3段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着劝望来欢喜。这句话甲咱讲，就是咱兄弟姊妹，咱今日爱通过这三段话呢，咱来
保持3粒心。第一粒心，什么款的心？即句话甲咱讲，咱要保持一粒什么款的心？兄弟姊妹，咱望咱每个兄弟姊妹，咱拢有一粒喜乐的心，因为咧帖撒罗尼迦书第5章16到18节迄个所在，甲咱讲，第一，耶稣基督内底，上帝为咱所备办的，望咱伊互咱的旨意是啥物？大家敢了解迄句话讲啥物？伊讲爱常常喜乐，着不住伫祈祷，爱常常感恩。当保罗咧出迄时嘛有讲，如果咱知影上帝的旨意，爱咱有迄个喜乐的心，但是咱喜乐袂出来，因为咱生活当中、工课当中、身体内底有无共款种种的问题，伫咱的心上，伫咱的心内，伫咱的头壳底，袂有哪喜乐，心内无平安，外在你就无法度显明咱的喜乐，笑袂出来。有人讲啊，这个人你啥物笑？你苦笑。但是今日上帝甲咱讲，咱爱有放着愿望来欢喜，毋是放着愿望来忧愁，嘛毋是讲无愿望啊你欢喜，你无愿望你欢喜啥？一切拢是空。所以今日上帝通过罗马书12章12节甲咱讲，兄弟姊妹，咱爱保持一粒喜乐的心，尤其代志发生伫咱自己的身上。如果代志发生伫别人的身上，咱保持喜乐的心。如果咱做心合的即个心理师，安尼你就无法度去帮助着病人啊，因为病人也是讲你做一般的医生，艰苦是你病人的心上，毋是你医生的心上。安尼病人会感受到讲即个医生无迄个体贴。做牧师嘛共款，做老师嘛共款，做父母嘛共款，做朋友嘛共款。任何一个关系内底，如果咱甲人的关系内底，咱袂去同理别人的时阵，别人袂感受到咱的关怀。但是我拄仔讲，今日讲的是咱家己，咱家己嘛爱会晓来爱家己。上帝讲咱爱伊，上帝嘛讲叫咱爱别人。但是如果一个人袂晓来了解、明白讲爱家己的时阵，应该是大部分无法度讲，伊会当讲知影去爱上帝，去爱别人。所以这三方面拢爱有，敢若一个数学有三角形，足这种三角形，什么款的三角形上平行？正三角形，正的迄种三角形，迄叫做铁三角。所以咱的信仰的生活，这三条线怎无平长的时阵咱的信仰就袂平衡。愿望讲咱爱上帝迄条线，甲爱人迄条线，咱爱咱家己即条线，拢是平长的。今日罗马书甲咱讲，咱爱家己，爱有一粒喜乐的心，保持一粒喜乐的心。安怎咱会当有一粒喜乐的心？因为咱有愿望，咱知影咱有即个上帝通过来挖苦。兄弟姊妹，你心中有安尼的愿望，你心中有上帝，你知影讲伊会当成做你的瓦壳吗？做一个信主的人，有当时咱常常讲上有代志的时阵找牧师就好啊，牧师较贤，牧师敢有较贤？无呢，牧师敢会讲袂破病，袂感冒？顶礼拜就事实证明，牧师嘛是无破病啊，对毋对？咱人拢共款，但是今日即句话，不只互兄弟姊妹，其实牧师嘛真需要。咱拢爱有一个愿望，咱知影即个愿望是以上帝遐来的，上帝互咱的愿望是活泼的愿望，有功效的愿望，是会实现的愿望。我顶个讲过，希伯来书12章
28载咱顶下有讲过啊无？还是毋捌甲咱讲，顶下有讲过嘛吼？咱有得到袂正当的国啊，对毋对？大家拢无印象哦。还是我咧爸爸讲，我小可开始脑化迄个现象啊。好，兄弟姊妹，无要紧吼，咱爱有迄个愿望来倚靠上帝吼。迄个喜乐的心呢，就是良药。你真言有安尼甲咱讲对无？圣经甲咱讲，喜乐源头是倒位来？是天顶来，上帝遐来。咱的主是平安王，伊也是喜乐的王。平安甲喜乐是一体两面啦，敢若即个阮甲摕出来正面甲倒面，有平安就有喜乐，有喜乐就有平安。你无平安就袂喜乐，无喜乐就袂平安。所以呢，咱一直爱有一个保持喜乐的心，咱来了解咱人是安怎。有限的，咱智慧有限，能力有限，一切拢真有限。所以咱需要这个无限的上帝，需要伊无限的爱。兄弟姊妹，咱就靠愿望来欢喜。所以牧师甲兄弟姊妹安慰，我家己嘛爱甲家己安慰，家己鼓励讲，我一定要有愿望。我知影即马新的健康报告，即个问题一定会治好。虽然暂时咖啡啉较少，希望以后佫恢复啉咖啡。第二啊，咱有爱一款什么心？着忍受忍耐，所以咱爱什么款的心？咱爱有一粒耐心呐，是毋是？兄弟姊妹，你有需要无？雅各书有讲爱忍耐，但是忍耐爱安怎？照效。忍耐爱成功。你忍耐无成功，你是讲你忍耐无到底啊？国语有一句成语叫做“你就会功亏安怎？一篑。最后临门一脚，无踢入球，走规工运动场、足球场、篮球场，走规波，忝到要死，无入球就无入分啦。所以你最好一定要达阵达标，投篮进去，这个踢卡踢出去，安尼你的门框内底走入去得分。所以咱一定爱着忍受患难。但是咱有患难，要哪挡会牢呢？因为我最近定回诊，拢会不时拢针甲你拍咧抽血，抽几啊重呢？迄人较早注射咧药你记一粒就好啊。我咧几啊分钟袂煞呢？讲较袂晓拍针的迄个副护士安尼迄工就安尼疼规波。助理叫袂好啊，紧动，因为抽几啊讲，换讲的时阵，尤其换讲的时阵，安尼咧，佫肉安尼疼，每3个月来抽一遍安尼。牧师嘛爱忍耐呢，无去验血嘛，毋知影数理好啊歹。兄弟姊妹，咧罗马书第5章啊，第3节遐有讲啊，第一患难中啊，甲遮讲的共款，保罗甲咱考讲，咱着嘛爱也是共款。欢欢喜喜，之前过去查考罗马书，你有读到无？有印象无？因为伊协和主导会，阮这2年咧查罗马书啦，迄个罗马书第5章讲啊，你患难当中啊，咱爱有共款迄粒头前讲的迄落的心。你遮讲啊，你患难当中啊，会当练就迄个忍耐的果子，忍耐的果子是圣灵果子9种迄个维他命迄个成分啦，其中一项啊。圣灵9果其实嘛是讲会当讲是1果啦，敢若一个水果内底有含什么 A、B、C 维他命等A、B、C、D 然后佮到加 D 忍耐安怎造成的？要安怎培养忍耐？有当时啊，兄弟姊妹，咱有思想过一寡问题，咱甲上帝祈祷任何一件代志，我讲一个例好，这个人你脾气诚歹，你爱甲上帝祈祷较温柔的。你敢知？当你安尼祈祷的时阵安怎你会变温柔？你敢知？
上帝就派一寡无好诶人、歹诶人，讲话足无，也是安怎甲你对敌诶人，你诶生活当中，会愈来愈侪呢。伫你还未祈祷之前，无过安尼，但是祈禱了开始有呢。你有迄个经验嘛无？是有啊，我拄仔听到是有啊无？有吼，代表你真经是安尼。无感受到的人，伊就一定是无祈祷。你若祈祷的时阵吼，你就会开始有遭遇。起头你会感觉讲，无祈祷无代志，有祈祷煞有代志。但是你毋知影，原来上帝听你的祈祷，因为伊安尼互你功课，互你去遭遇练习。讲你毋是讲你要温柔，安怎有温柔？温柔拢甲好诶人拢放咧身边吗？安尼你免练啊，对无？大家拢对你好，礼尚往来，伊对你好，你就对伊好。但是耶稣讲，你爱啥物人？你爱对敌呢？对敌对你歹，用歹心对待你，你阁对伊好，敢有即款人？天下间应该即种人介少呢，甚至应该找无即款人呢。除你有上帝听心于你内底，任何的祈祷拢共款。你要得到一个正面的结果，常常上帝拢用负面的心互你，迄就是遮讲的患难。所以上古话有一句话讲：原来啊，患难是化中诶，上帝化中的啥物？诶，祝福。你看迄个圣殿啊，古早的圣殿啊，无迄种安尼固定起起来，大鼻王圣殿进前是叫做啥物？会幕对毋对？会幕有上帝阳光呢，伊甲伊的子民应允同在的所在。但是你敢知影迄会幕外口好看歹看？足歹看，迄拢是海狗皮啥物做的啦吼。但是伊的阳光是伫会幕内底，所以呢，有当时啊，上帝互咱的物件，伊也要送互咱的礼物，伊毋是去迄个礼品店买啊足精美的包装，伊可能互你凊彩一个茶啊，你感觉讲你凊彩茶内底毋是好物件，但是你无离过想到讲内底真正是好物件。所以上帝有当时啊，伊就是通过即个患难呢，练就啊，互咱有一个忍耐的心。伫罗马书第5章遐讲啊，咱开始有安尼练习忍耐。咱会愈来愈老练，咱的人生经验，会愈来愈丰富了后，你会体会人生，看破人生，知影讲海的人生就是安尼。这个老练了后啊，伫仰望当中啊，伫罗马书第5章迄段经文啊，最后讲原来上帝要甲伊的听。伊的圣神，互咱通过圣神来感动咱，充满咱，互上帝多多的听，充满在咱的生命内底。所以伫罗马书嘛有一段经文讲，无啥物会当互咱甲上帝会听隔绝，无论是悬的、低的代志，任何的代志，多兼啥物患难，拢袂互咱甲上帝三分离。三分开，为什么？因为咱已经得到上帝的听。咱安怎得到上帝的听？我拄仔讲，有当时是通过即个患难，上帝培养咱，嘛会使讲上帝教示咱。所以保罗咧12章才咱讲，着靠仰望来欢喜，着忍受患难。我拄仔讲雅各书所讲的，迄个忍耐，如果你无成功，你无一直坚持，你头爱努力，拢无采工了。所以呢，最后才佫讲啊，着不时祈祷，着不时祈祷。兄弟姊妹，咱的祈祷的生活是啥物型的？礼拜才来做礼拜的时阵，咱伫礼拜当中，才照着。咱师会也是讲，即个礼拜停事咱才祈祷，也是讲咱有啦，我3顿拢嘛有咧啥物祈祷，塔伊妈有无？塔伊妈毋是祈祷，迄是啊，
要开动啊！兄姊妹，这拢是好的嘛，应该，但是祈祷毋是讲干那因为要食饭才祈祷，礼拜才来祈祷，咱每一工拢甲上帝来亲近，为什么？咱来保持一粒祈祷的心。我顶下有讲过祈祷有啥物款的祈祷方式，真侪种面向嘛真侪种，但是我讲的是迄个时间性，迄个需要性，第一点讲啊，甲上帝保持沟通的迄个关键真侪啦，读圣经读伊的话，听伊的话，祈祷上帝圣神甲咱充满引带，迄拢真需要。但是你爱通过祈祷，祈祷是上主要的一个方式。我顶下有讲过，读圣经敢若食饭嘛，属灵的食饭，祈祷是属灵的啥物？大家会记啊？真简单啦，喘气啦。咱人爱食饭无？爱啊，无食饭会当冻几工？大家要咱来做一个试验无？咱来进行一个禁食40天无？还真危险哦！你若有讲无法处理，有人禁食40天，煞夭死咧莫讲40天啦，你有哪只一工，你着过顿工着腹肚枵啊，对无？枵啊安尼冻袂掉啊，莫讲2工3工继续落去。当然禁食有方法啦我拄讲祈祷就亲像咧喘气，食饭无简单，但是喘气你莫讲1-2工啦，你喘气几分钟啊，会当冻几分钟？我昨昏甲兄弟姊妹咧海科馆边仔，就是海，就是迄应该啥物北海啦因为遐就是海啊啦我讲兄弟姊妹，咱逐个连伊去跳水看会当呛水味，你当冻偌久？世界冠军应该毋知有超过5分钟，我毋知影啦，这无实际去研究我一般3分钟我就袂动的呛落来已经浮起啊，兄弟姊妹。喘气有当时啊讲我真简单，有当时啊无形当中若无感觉讲咱咧喘气，但是我拄仔讲，如果你安尼落个水你就知影讲一口气是安怎何等的需要。我少年囡仔的时阵去咧北市去露营，就爱真爱去迄个溪仔内底去游水，但是溪仔真危险，有当时啊有漩涡呢。你讲你诚够想，但是漩涡有迄个拉力甲你扭落去你若拄落去少啊熬上水无法度所以爱足小心的但是我知影不管离海边啊啦，还是你河边溪内底哇，你若安尼水走你边仔内底，有安尼大家水走你边仔内底的经验无？有当时啊，你的意识你说我嘛拄着咧我毋知你发生过无？足艰苦咧。我要讲喘气何等重要。兄弟姊妹，祈祷的重要性，咱有了解无？咱有珍惜无？咱有去甲运用无？咱若无属灵的喘气，你哪会健康？啊是咧空气当中拢无一寡清气的，咱就爱逐个拢用水氨吗？歹势，我今日讲道身体会较好所以我今日无水氨啦逐个嘛小可保持莫亲近上帝啦无亲近耶稣啦。无要紧，我踮11点之前，我搁赶去大堂我今日甲大家会亲近较少啦但是会后咱有同工话，我嘛会搁赶转来兄弟姊妹，咱爱保持即粒祈祷的心，为虾米？因为咱通过祈祷，互咱的信心会安怎？会当继续来跟对上帝，互咱即个心会愈来愈坚固。若无咱有一天你会发现讲，上帝哪会无伫我的身躯边你搁尤其需要上帝的时阵，要去倒位找伊？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为什么会当成做你随时的帮站呢？因为你常常你祈祷，若无你咧搁敲电咧搁找牧师牧师嘛是甲你共款，是有血有目屎的人。嘛是属于肉体的人，
嘛是有限的人。牧师有当时啊嘛，互你找无着人呢。那拢牧师电话拢不爱接，李老师定敲电话，牧师有当时敲几下通，我才摕去接，因为我拄仔咧聚会，我拄仔管即个静音无听的，种种的问题，我拄仔咧洗身躯咧，要来接电话，连咪电烧啊触电的安那，我一两工甲你摸迄个插座，那麻哦，原来是两只手去夹落迄两个铁啊。兄弟姊妹，今日这段经文真短，吼，咱要来结束，吼，咱来最后整理。我拄仔讲，咱面对咱人生有任何的苦难的时阵，你边仔的人，你的资源，毋是你随时找得到。敢我拄仔讲的头前迄个兄弟，迄个因太太，屏东港的人，遐拢大部分拢拜啥物啊？拜王爷，因为迄落一年一度安怎烧王爷船的啦。伊讲阮兜无咧信耶稣啦，阮翁信就好啦。因为因翁囡仔的时阵带天母，我顶下有讲过伊的例啦吼。带天母后来，伊退休才来信耶稣的啦吼。所以伊结婚了嘛，无传某信耶稣，所以因查某囝三个查某囝千金嘛无咧信耶稣。但是伊老来要信耶稣，要叫厝的人信耶稣嘛真困难。伊讲牧师啊，万一啊，阮翁在迄天发生伫半暝要安怎？我敢找有着你？我讲无要紧，你着继续敲，无听着我咧困，你着甲我敲，吼总是会甲我插字当做迄个脑筋共款。我讲无要紧，你有需要你着敲电话互我。但是万一迄天我拄仔困，足安怎？困真路面要安怎？万一伊也真着急要安怎？我讲无要紧啦，你着继续敲。兄弟姊妹，无一定讲你一定拄仔找着啦，但是我拄仔讲，如果你的主伫你的身边，伫你的心内，你随时当找伊。面对咱人生任何的苦难，咱今日经文甲咱讲，咱爱安怎保持喜乐？咱爱安怎保持忍耐？咱安怎保持祈祷？望今日这三粒心会当咱来培养，来保持。我拄仔有讲过，最后一句话，讲咱来读这句话好无来？苦难是上帝互咱的人生化妆的祝福。来，我读一解来。苦难是上帝互咱人生化妆的祝福，所以。如果有一天，兄弟姊妹甲牧师共阮做健康检查，健康检查的报告真侪红利，你就知影，上帝互咱苦难，伊要互咱有一个祝福，通过苦难这个化妆，虽然歹啊，但是上帝是艺术家，会当通过伊大权能的圣手。在咱身上的作为，通过医生，通过别人种种的方式来帮助咱调整咱每个兄弟姊妹，咱的人会当调整好势，不管是心肝头内底的，还是经家内底迄个灵，还是咱外口肉体所有五脏六腑啊，即个五官呐，也是即个骨头206支啊，07支啦，也是即个毛毋知咱每个人的身体的毛是几支，我嘛毋知吼。不管是大大细细有重要无重要的器官，其实每个器官拢重要。上帝拢有帮助，拢有裁掉。如果上帝怜悯咱，恩典是够野的，那呢？咱所有一切交托互伊的时阵，咱就无啥物通过需要烦恼的啊！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安感谢你，今日通过罗马书12章12节这段经文，来互阮兄弟姊妹、互囡仔，阮共同来思想
主你今日要教示阮的，互阮会当常常有一颗喜乐的心。无论阮环境是如何，是悬山，也是伫低谷当中；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无论是阮欢喜拄着的代志，也是阮无欢喜拄着的代志；无论阮今日身体是健康，也是有病痛；无论阮今日是好业，也是善车；无论阮今日是顺利，也是无顺时。总是阮要常常保持即颗喜乐的心。主，阮也愿意来领受你的教示。愿主你互阮有一颗忍耐的心，通过患难来练就有一个忍耐的果子，阮的生命会当愈来愈老练，有上帝你的疼会生成伫阮的生命当中。更加愿主。你互阮会当有安尼即颗喜乐的心，甲忍耐的心，犹原继续会当有一粒祈祷的心，知影通过常常甲主的亲近祈祷，互阮甲上帝当相相随，互阮的信心会哪来哪坚固。知影主你是甲阮同在的上帝，你是嘛共款。带领阮人生道路的牧羊者，尤其是伫阮人生苦难当中，阮知影这嘛是你互阮人生当中化妆的祝福。无论如何，阮就是感谢主，学了主，一切荣耀拢要归予你。安尼向你感恩敬跪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